第26课自我锻炼第2部分。例词：打面、乌鱼、米粉、台南、出名、水沟仔、蠓虫、臭公公、垃圾。过年时特别、闹热、风景区、番麦、后壁、开阔、规片、犯法、物件、偷摕、别人、台语、雅气、小借问。例句：第一句，台南的打面甲乌鱼米粉真出名。第二句，水沟仔足垃圾，有蠓虫佮臭公公。第三句，风景区伫过年时特别闹热。第四句，因厝后壁真开阔，种规片的番麦。第五句，偷摕别人的物件是犯法的。第六句，小借问会得讲是一句雅气的台语。